今日分享嘅主題係網絡欺凌。大家知唔知原來網絡欺凌經常喺我哋身邊發生？青協訪問3000多名青年，發現超過50%受訪青年曾遇網絡欺凌，更有接近50%青年唔知如何去幫助受欺凌者。網絡欺凌是指利用電腦或智能手機，在網頁上、聊天室、討論區、在線遊戲網絡等使用圖像或文字對他人作出的欺凌行為。網絡欺凌形式包括言語攻擊、冒充身份、散佈未經同意分享的照片，以及集體排擠。網絡欺凌涉及3個唔同角色，包括欺凌者、受害者和旁觀者。網絡欺凌對受害者帶嚟的影響十分之大，例如受害者會出現不同的精神影響，如壓力及焦慮嘅症狀。同時，旁觀者不作出行動，會繼續助長欺凌的行為。如同學發現或遇上網絡欺凌，可以立即向老師報告，同時亦可以上社交平台報告不當言論，以便即時處理。同學也可以增強自我保護意識，如學會使用隱式設定，例如限制網絡陌生人觀看個人資料及影片，保護個人信息不被濫用。希望各位同學能夠不欺凌別人，給做一位見義勇為的旁觀者，制止欺凌行為。